流，快到孤王嚴明底蘊啦！主上，此女面目陌生，神色有異，恐怕其中有詐，另具用心。此歌姬孤王娘關見，將軍不必疑雲陣陣啦。主上，微臣奉太后懿旨，宮中護駕，今有可疑之處，不得不追問原因。你如何偷入宮廷？為何無衷無忌，快啲直言無隱？如有含糊半字，我將你身受雙份。你講，你講，高將軍，恨無視威武，嚇壞了差群。此乃民間歌女是漢人，孤王宣召來宮，今直前歌舞，已如神。並無不軌與歪心，卿家不用多追問啊！朱上，只為宮廷有戒律，安女不能近勝君啊！擅闖宮闈罪當誅啊！按律執行歸人啊！此女曾奉召而見孤王，豈得為之擅闖宮禁啊！你警司殺戮，是否想逆子欺君話？微臣不敢，不敢就灑退啊嘛！微臣告退。六珠，冇嚇親你啊嘛？主上，有我愛護你，你唔使慌啊！牽掛在心，盼得親近。懇盼相見間，推相親，更受茶難，險遭劫困。怕為壓境，為放心。把鮮花彩字贈情人，應允親自參上6品，若女妾因更獲重罪，死也無憾。公今多嚴厲，一片情深，非敢親近。六珠，你原諒孤王，不能多留你在宮裏，不如叫博明送你翻去先，我哋再圖機會至相見啦，好嘛？盼望驕之，莫為離別，野愁恨。主上，只怕別時容易，見時難啫。公規嚴厲，不得不嘅啫。你翻去先，孤王今晚3更再圖翻屋見你。啊，3更去見我？冇錯，你記住3更啊！博明，主上，你快啲送崔小姐翻去先。遵旨。主上，咁我走啦。3更等我啊！佢從來都唔去咁夜㗎噃，點解咧？哼，佢翻嚟我要教翻下佢就得。
學明啊，嚇？我阿爹性情好固執嘅，你唔使送我入去啦。哦，嗱，咁你記住咯噃，我扯啦。阿爹乜你仲未唞咩？我未唞，你去到咁夜。我嚇？我見今晚咁好月色，我去響桃林嗰度散下步啫嘛。散步？早啲唞。我嚟問聲你，呢朵花你點樣得翻嚟嘅？呢朵花，喺山邊摘嗰啲野草閒花啫嘛。夜讀小書雖然是大貴人，一見鍾情心互印，公子宣召入宮行，親自的芙蓉參綠嘅品，見家林，女兒喜樂木婚姻。呀！你身為國丈，多榮幸啊！嘿！包力滄桑而頓忍，富貴於我都似浮雲。我要你即時毀碎玉芙蓉，莫再貪慕虛榮而怨恨啊！爹你都冇計嘅，唔通要我一世做老姑婆，孤襟獨枕咩？所謂女婿當嫁，古已有云啦。而家你嫁唔切咩女？我唔同你講咁多，我不准你濫講愛情，不准你附庸壓笨，不准你混入宮院，不准你與境弟相親，不准把父命抗為護你親娘嘅遺訓，不准你開門迎接嗰個異族之君啊！爹，仲有冇唔准添啊？夠啦！夠啦咩？你都可謂太自私，太冇理由啦。吓？我自私？我冇理由？唔係咩？唔係點解你唔俾我嫁啊？我唔係唔俾你嫁，我唔想你變翻阿媽咁慘淡收場，贏得全台飲恨啫女。究竟我阿媽點樣死嘅？你快啲對我講下原因啦！